二胡演奏家王丽丽是上海音乐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1991年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专业组第1名，长期担任 CCTV 及金钟奖评委，深受业界认可。今天他特别为传承而来演奏《我的祖国》，献礼海外华夏儿女。有请王丽丽老师